全部都係菜葉飲嘅湯包，滋補養生好有效㗎。再加上你會人買添，梗係要為個 BB 着想啦。啲包包已經執好晒㗎啦噃。飲碗湯先啦。真係好好飲喎。佢哋嗰啲菜葉湯包好好㗎。貼心關心，圓圓最稱心。我有個可以令你唔使執包袱嘅炸彈，想同你做個交易。話我知會長係邊個，唔係我就引爆。咩話？你個八婆嫌命長㗎啦！我對你好啲，你就得寸進尺啦！嗱，碧斯健康攞到嘅資料好多都冇咗，呢度係咪俾人發現咗？係，快啲執嘢啦！你阿爸就係殺死你老朽父母其中一個兇手。我爸殺咗你老朽父母。有利的詐欺，星期六晚上9點50分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有利的詐欺係由美源染髮劑 One Push 贊助播出。食神都 Anson 終於唔 say no。今日我哋就係有6款韓牛嘅部位俾你哋試食，你哋就要配對翻相對應嘅部位啦。咁呢個係咩？我覺得一係前隻，一係後隻。好食。哇！呢個我哋就Mira 嘅味好似。水桃米撈酥，星期1至5下午2點30分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從歌手、爸爸到聲樂導師同作家，周吉佩人生嘅每個身份都唱出一段動人旋律。特備節目吉聲共聚，佢將會同大家分享家庭同音樂之間嘅真摯故事，細數舞台背後嘅心路歷程，仲會帶嚟吉聲伴月慶中秋、周吉佩音樂晚宴嘅精彩片段。10月11號星期六晚上8點05分，新時代電視一台約定你吉聲共聚。